莫過於佢手上嘅呢一件龍袍啦。咧係喺法國巴黎一間拍賣行拍賣嘅，咁當場咧係唔多中國人㗎，咁好多外國人咧摸一摸佢，話工藝好好。龍袍嘅做工相當精細，繡嘅絲線全部都用真金包住，圖案相當豐富。龍袍繡有9條金龍，前後各3條，左右肩各1條，襟裏邊又藏咗1條。從正面或者背面單獨睇嘅時候，所睇到嘅都係5條龍，寓意9五之尊。而每條龍都繡到栩栩如生，不禁令人感嘆幾百年之前嘅刺繡工藝之高啦。難怪一出現喺我哋嘅晒寶節就即刻受到專家嘅喜愛。經過鑑定，呢件係乾隆年間皇后着過嘅龍袍，距今已經超過250年嘅歷史。胡小姐話當時用超過100萬嘅人民幣將呢件龍袍拍返嚟，咁作為中國人更加明白龍袍背後有幾珍貴。收藏皇室嘅嘢呢，咁我係好有興趣，同埋皇室嘅嘢呢，好有嗰個皇氣喺度啦。咁同埋我覺得呢，我哋廣東如果可以收藏北京皇宮皇室入邊嘅嘢，咁我會覺得好威咯，帶俾我哋省嘅一個光榮咯，咁樣。唔少人呢有個誤解，以為皇后應該係着鳳袍㗎，咁但其實皇后好多時候亦都係着龍袍㗎，只係同皇帝所着嘅等級唔同，只有參加婚宴同重大節日嘅時候先着鳳袍。另外一件黑色相對樸素嘅就叫做龍氈，呢件亦都係龍袍嘅一種。例如喺祭天地啊、過冬等重大節日，皇帝就會着上呢件衫。即係自己着上身，即係過癮下咁。我仲未着過，因為我唔夠高。仲有呢，着呢啲衫呢，佢要着種有木底嘅比較高嘅鞋，咁襯起嚟好靚嘅。咁第日我買對鞋，咁我試下着啦。胡小姐話：平時放假都會同幾個收藏愛好者專門到外國嘅博物館。如果睇到一啲具有價值嘅中國文物，會不惜重金拍返嚟，可以等屬於我哋國家嘅文物重新回國，亦都係一件相當開心嘅事。記者譚少麟今日翻嚟關注下電梯安全嚇，電梯又出事。